電子捐款 vs 傳統募款，以數據驅動嘅非營利組織比較。喺數位優先嘅時代，非營利組織正面臨關鍵抉擇：繼續沿用傳統募款方式，定係全面擁抱電子捐款平台？最新數據已清楚顯示後者帶嚟嘅壓倒性優勢。2024年全球線上捐款成長12.1%，而傳統線下捐款僅增長2.4%。更重要嘅係，使用線上捐款平台嘅捐款者選擇設定定期捐款嘅機率高出42%，為組織建立穩定可預測嘅收入來源。千禧世代與 Z 世代，未來捐款主力透過行動裝置捐款嘅平均金額，比填寫紙本表格高出28%，交易速度同樣驚人，電子捐款唔到90秒即可完成，而傳統支票或者承諾捐款往往需要數週先能入帳。Webcox 協助嘅非營利組織發現，優質嘅線上捐款系統能輕鬆突破地域限制，觸及40多個國家嘅國際捐款者。呢個係單純依靠實體晚會或郵寄募款幾乎不可能達到嘅成果。數據仲顯示，捐款者流傳率係電子化嘅最大隱藏優勢。提供流暢捐款體驗嘅組織，年度流傳率提升34%。當捐款者能夠一鍵完成捐贈，即時查看影響力報告，並自動收到電子收據時，佢哋自然更願意持續支持。成本效益更係天壤之別。傳統募款活動經常食掉40到60%嘅經費，而專業線上捐款平台嘅整體成本通常低於8%，讓每一分錢都能真正用喺使命上。最成功嘅組織往往採取混合策略，保留經典晚會與步行募款活動，同時搭配線上直播、即時捐款場與行動支付，讓傳統活動嘅成效成倍放大。數據已明白話俾我哋，建立專業嘅數位募款能力已從加分變成必備。無論你想全面轉型或僅係補強既有管道，都值得立即行動。準備好讓組織嘅募款效能大幅躍進咗嗎？立即了解 Webcox 如何為你嘅非營利組織打造安全、易用、高轉換嘅電子捐款解決方案，讓每一份善心都能被輕鬆傳遞。